哇，樓下逼爆，樓上又逼爆，就連手扶梯企滿晒人，仲舉埋求寵幸嘅燈牌，莫非係都教授嚟咗廣州？哦，原來係 Hebe 田馥甄嚟咗廣州開簽售會啊！人氣爆棚嘅 Hebe 現場發售1000幾隻唱片，眨下眼就賣晒啦。而為咗啱啱6點見到偶像一面啊，粉絲由朝早10點鐘開始就排隊啦，為免造成混亂 ，Hebe 仲現身化身成為小管家。要記得要看好自己的 CD， 然後不慌不忙的把你想跟我說的話說給我聽，然後想要握手的話就伸出手，但是記得要不慌不忙，因為你很慌忙，就會被他們以為你要騷動，就把你們抓走，就會很冤枉，好不好？雖然 Hebe 咧就已經單飛出咗3隻 CD 啊，但係 Hebe 就話自己都係唔係好習慣一個人出嚟出席活動啊，驚悶親人。不過今次嚟到廣州就揾到有人代替姊妹啦。廣州就是歌迷是蠻專業的，對，在那個歌跟歌中間啊，我自己 talking 不是很弱嘛，他們就會適時的趕快跟我對話，讓那個場子比較活絡一點，非常專業。然後你看他們拿的燈牌，你看他們喊的口號，他們都非常的專業，很熱情。咁就記得多啲嚟廣州見下班大黑嘅歌迷啦。風沙星辰 ，S.H.8永遠相伴，愛着愛着就永遠。其實他永遠知道很愛他。田馥甄，我們真的很希望你趕緊生一個小田馥甄，趕緊嫁了吧，真的。